公子啊，叶公子，还莫吵啦！那个木草，连到安尼就表演的你啊！哎呦，表演的啦！唔咩啦，我出午啊，留跟男朋友分手诶，我都想下拖一条吼，还适合别个的送本基本嘅聊轻松。哦，廿春10年，你送一条歌的安慰剂，个很简单，你就送一条5年的结局。哈，罗时丰、老林淑荣的无言的结局哦。哦嘿呀，20年的情人啊，他那条歌的哈最甜都死退了。曾经是对你说过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。你怎么还是那么厚脸皮？喂，按后堂的歌词都把你改提啦。你条歌我拜托啦，10对有9对半分数啊，就冲一条无言的结局。我出午迄个唐亚书歌诶，还需要我送去嘿。跟爷意思讲，爱听俗了。嘿啊，再讲啊，我开始一段恋情哦，迄当改啦。不过我结束一段感情又更难人啲嘛。你也有样哦。古所长有一句话讲到啊，分数嘅艺术。嘿啊，像前一餐呢，我有咧当好嘅女朋友啦，因为跟男朋友啊失恋嫖赌啊，又情无头路，两三讲还会失眠的呢。我个朋友啊，总算夏天结时嘛，我老佢提出分数。哎哦，咁叫我按多年呢，我分数怕亲人开追哦。就会因为哦亲难开灾，故所啊，我个朋友就留个男朋友约到 KTV 地步去咧。啊？去 KTV 地步都谈分数？佢想要用唱的啦，用较温和的方式吼，来表示自家想要分数的感想啦。按个方式咁行得通。两啥都 KTV 啦，从贵安部的啦。出 KTV 哦，天光的呢，两啥又忝到啊，下面一台鸡洋茶，做迄几日就睡木的睡木。你是咪唔要大家写来分数咩？问题啊，即几两啥唱唔出歌的啊？那个意思？一到 KTV 啦，我一个女朋友啊，就点了一首几两时要天晴的歌的，我都爱黑你给人。唱的是唐坤啊。大扎金子送给你，表示爱心意。今生就爱你，莫爱撇3年，望你出爱做你归。金子带数字，定能挂在心，千万记得爱黑你给你。唱啊唱的啊，要心一软啊，才结尾啦。该听错嘿啦！想到王百两三一个柔情美意啊，唔盼得嘞啊！接下来啊，要写来就点了一首啊，一心等待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怎会关心你？你也一样对爱痴迷。遗忘的甜言蜜语，相思艳容一对。想到唔到缘两人，像落雁纷飞。心爱的，心爱的。喊啊惨，两三无到底啊，咱南腔海啦。那系安尼？唔讲啊，就会形容诶，cái分数的事情，让我讲得出来呢。我俩两是千万唔好讲出来，我讲的事情莫啥个写来稀如糊，会打人呢。啊，就会因为我朋友啊，唔晓得分数嘅艺术，故说啊，初天啊老爷写来高高的，一生人艰苦咧。不，等下。咱讲要唱欧巴喎。我讲一对情人，我因为一条歌诶，三无法度分数。跟哪有个那条歌诶唱落去，保证了才会分数嘅咁样。因为无可能，头摆啦，做学生的时间，那个初恋哦，那就本个死无良心的，就唱一条歌就拿他忘掉了呢。迄两时啊，有咧当凤，当有名的很多秋秋合唱团，你记得冇？记得啦。个主唱的我都啊金志健啊，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就在今夜一样想你。虽然心中难过，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能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。讲起清楚的，
讲今晚部爱分数爱离开，转到屋卡，我叫都要死啦！嘿，我见上见唔冲呢，哈要来就强哈，哈唔来就唔可以强哈。分数我做得按样无腰无劲啦，不过今日我做得按样啊哈。个怎样啊？你看，你唱的歌词啊，上班机就在今夜我要离去，下班机就在今夜一样想你。错个，都系分数诶，喊你个上人。答案哪还都后背哩，马该虽然心中难过，但面对你的冷漠，只能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。讲来讲去本 work 咧，还咧爱变呢，唔错我全部去爱杀人哦。那有人研究的啦，更唔是个狗屎天天。嘿，无嘛个了不起的啦，口的唔去，心的唔来啦，哈，无三张嘢啦，我又谈了一场冰天冰地的恋爱，下摆啊，连到我拄唔掉，老给 work。更你下摆创乜歌啊？吼，一条歌啊，比就在今夜还那恶极，还那痛，佢唔上分数就做唔得。上堂无啊？哎呦，我这个废气头发，日日冲嚟堂课啦。冲本堂冇问题啦，不过一条歌的吼，动脑旁冇适合前冲呢。啊，也冇问题。大家都知，你头下嘢讲讲工厂铺啊，最赞的啦，只要你点的出来的歌的哈，绝对就有人判证。按样啊，哦，呀，大伯，麻烦了哈，宝贝，对不起。好。怕你多情，怕你多情，怕我不忍心。雨下土地，雨下土地，心情不定。对不起，离开你是不得已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。让你伤心，让我相信，让我相信你会好好的。哎呀，听你讲啊，你做得好好事都见冇乜个事情哦，你福气强呢。真紧呢，结果吼，佢到生来吼，欠多啊，都咬卡留下，然后闹个几百年，我才是被吓死的。哎呦，咁你就听爽弄嘢自尊心咩啊？真紧啊，结果佢到生来，我听人讲吼，佢出国吼几啊年，唔是在转来呢，也想想吼，我真紧底唔错的啦。哎呀，乱晒你啦，唱慢你啦。前一餐的吼，我又学了一条东风的新歌，我就想啊。那个满意生年吼，我就唔是唱宝贝对不起的啦。哦，可乜个意思呢？唱一条歌的啊，一天做的分数，韩国啊，保证啊冇一条高高低低的事情。咁乜个歌人是唱上课咧？导播，要不然就唔是麻烦你啦，因为啊，清唱最能表现出了吼，一条歌的加特殊的曲风。好的哈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锁定你。我从来不写空白的日记，日记里都是你。好嘞，stop，好嘞，拜托，莫找我唱咧，莫讲分数啦，分数喺分幾多條嗌招呼，唔該出一張條件，拜託你莫找我唱下去，莫嚴蠢咯。像我分數啊，就唱亞種嘅，保證啊，冇事情。好，我家唱嗰兩條全部都係分數嘅歌嚟啊。係啊。分數過後啊，貼片啊，喺本人獲睇嘅機房啊，嘅心肝度啊，吼，我想啊，總要經過一段當長、當艱苦嘅時間啊，就聊輕鬆，懂冇？你有樣哦。以為時間我知道這個，唉，讓我暗戇；以為時間我知道，哦，這個讓我暗慘。
总讲啊，无穷样的心情啊，就要谈无穷样的歌诶。哦，该讲吃到这个昂的时间，要谈嘛歌诶咯。哦，你吃到这个动昂啊，你就唱给潘越云的经历这条路。哪会同款经历这条路，互你行着轻松，我行着艰苦。哪会同款经历这条路，你拢满面春风，我拢地压雨，不愿心灵心内思慕，绵绵等着你的脚步。不愿生灵阮的爱你是错误，不愿后悔何必当初。哎呀，唔知人啊同款啊！那条歌啊唱到几痴情，几才歌诶。呀，迄吃到啊，这个动昂的时节，迄种过两日啦，心情无穷样的，吃到这个啊，让我按水按惨，拄到一种啊过模的啦吼，就唱无穷样的歌的哦。啊，跟住翻唱那条歌诶咯。也不要唱啊，黄以玲的讲什么山明海誓。讲什么山明海誓，讲什么永远要做伙，你我离开，才短短3个月，你就来变心找别个，明在我心内只有你一个，为何偏偏对我来反叛？恨我自己对你太凄美，如今才来怨叹后悔。通电哦，充电来咧。哦。天台男性只分你一个。哈哈，佢是骂人呀！伊恨啊！哦，恨。系啊！偏偏啊，对遐个时节最艰苦的时节，爱生爱死的时节，对方有可能吼挖头求其哦，好在意呢。哈，哦，俩是菜哦。迄上个老佢好在意又唔甘耶，老佢好在意又唔攀得。其实人咧无安难啊，迄个两啥真经吼，含有感情，含相爱，佢就数看电视去看一场天样就冇事情的啊。啊，梗係個唔想好在意咧。既然就做得唱嘅6月掛菜皆有心，也係講水破落地歹收回。哦，就該條咩？哦，水破落地，破落地。歹收回，錯吧？有樣啦，真經啊，覆水難收啦，本切家留對方啊，乾做事實。哎呀，我聽客情喎。那個客情，有可能啊，各位產品就輸到氣貼了呢。哦，啊，對方要結婚了。係啊，來到哦個禮堂老輩啦，就都個想，哎呦，啊都帶恩入去啊，冇恩入去啊，呀個時節啦，你就做得唱，不如賣熟西。啊，你好唱。哪會知影會變這款？當初不如賣熟西，如今是牛變成別人，叫我怎忍耐？徛在禮堂我愈想愈悲哀，你敢會當了解？啊，祝你幸福。祝你快樂，目屎已經忍不住滴落來。哎呦，呀根本啊，啊像個創意家啊，歡迎家，本家老公跳睇個歡迎家嘅欣賞咩？可見啊作詞嘅人啊，其實係個人人啊。你看有才歌嘛，唱到我嘅心肝，將本島嘅骨頭強樣啦。好啦，唔要莫啲嘅按艱苦啦。跟人哋嘅講啊，一感情嘅事情哦，大家都傾合不傾離啦。哎呀啦，唔知係咪機會哦，教大家唱一條歌啊，看用嘅愛分數嘅情誼，唱呢條歌嘅唱歌以後啊，就決定唔會分離咧。
哦，人意思讲回心转意哦，哎呦，这下唔简单，这就创一条古井也咪咪。古井也咪咪，哎，这条歌我会唱呢。哎，真紧哦，给你用啥来合唱，我们感受一下好唔好？好，来。有听别人伫咧讲起，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。虽然咱两人已经分开，对你也是会关心。飘飘南里，多情的玫瑰，为何受命运来创治？哦，这条歌哦，真是动赞。唔该。写到哦，本一堆啊，分数的情谊，已经分数的情谊啦，还你个层层爱恋对方，哦，还你个关心对方，然后我写到实在咯。好哈，老师老讲啦，爱吼，老阿个老情人啊，这因为哦合唱一条歌的吼，又好在戏演呢。真紧啊！不过啊，好无一礼拜啊，又俾人逼多分数的啦。啊，有的咯。帮下老公知道的啊。好，像你讲啊。因为这样不得不起的事情啊！哎，不是讲，都乜该事情都还没发生以前哈，哎呀，想到一个好方法，斩断啊烂头发。你好说，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